爷爷讲的除夕故事。冬日的夜晚，冷风吹得门窗微微作响，老家堂屋里，火炉边热气升腾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听爷爷娓娓道来除夕的故事。爷爷的声音低沉而又磁性，仿佛每个字都带着历史的厚重感。你们知道什么是除夕吗？爷爷用长烟斗轻敲桌面，眼神慈爱地望向最小的孙子。小宝摇摇头，好奇地问：爷爷为什么叫除夕啊？爷爷轻笑，缓缓开口：除是去除的意思，夕指的是夜晚。除夕的意思就是要送走旧的一年，迎来新的一年。它还有个特别的名字，叫岁除。这一天可是我们汉族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了。爷爷停了一下，喝了一口热茶，接着说：你们知道吗？很早以前，人们相信岁末会有屹立之鬼出现，会带来灾祸，所以《吕氏春秋》上记载，古人会在新年前一天祭鬼驱鬼，这就是除夕的由来。小宝听得入神，忍不住插嘴：所以打鼓就能赶走鬼吗？爷爷笑着点点头。那时候的人们觉得声音可以赶走不好的东西，后来放爆竹的习俗就这么流传下来了。爷爷，除夕还有什么有趣的事？哎呀，除夕最热闹的可就是年夜饭了。爷爷笑着摸了摸肚子，这一天，家家户户都要准备一桌丰盛的团圆饭，不但要好吃，还要讲究吉利。比如鱼，年年有余嘛，象征年年有余；还有火锅，热气腾腾的，代表着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就连萝卜也有讲究，菜头嘛，寓意好彩头。爷爷顿了顿，继续说：不过北方人最讲究的还是饺子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大孙子小话抢答：因为饺子像元宝。爷爷满意的点点头，对，不仅如此，饺子还和交字谐音，象征着新旧交替，迎接新的一年。我记得你们小时候包饺子，我还偷偷包进1枚硬币，谁吃到了就算今年最有福气，对不对？小华和小宝异口同声：对呀，每次都争着吃，吃完年夜饭就该守岁了。爷爷继续说：古时候守岁是很有讲究的，年轻人守岁是为了祈求父母健康长寿，老年人守岁是感叹时光易逝，珍惜岁月。以前还有人会把剩下的年夜饭留到正月12，撒到街道边，叫土过纳新，象征着送走旧年的晦气。奶奶插话说：现在孩子们守岁最爱看春晚，看看热闹喜庆的节目。不过我们那时候守岁可是静静围坐在一起，说些家长里短呢，还有爆竹。小宝兴奋地喊：爷爷，你最喜欢放鞭炮了。爷爷摸了摸他的头：是啊，这叫开门爆竹。新年的第一声，噼里啪啦，把不好的东西全赶跑。这爆竹可有讲究呢，最早它是用竹子烧出声音，后来才用火药。你看，现在这爆竹响声虽然大，可少了竹子的味道，反得更现代化了。爷爷，挂灯笼的故事呢？爷爷审思片刻笑道：灯笼它象征着团圆和光明。西汉时期就开始有这个习俗了。过去人们会在除夕挂上红灯笼，点起蜡烛或油灯，围着火炉守岁。外面冷得刺骨，家里却温暖得很。现在咱们用电灯亮堂堂的，但挂红灯笼的习俗还是延续下来了，红彤彤的，多喜庆。爷爷话音刚落，堂屋里的灯笼摇曳着，映得大家脸上红光满面，温暖而幸福。爷爷，现在大家都怎么过除夕啊？小宝最后问道。爷爷叹了口气说：现在城市里的人多了一些新潮的过年方式，比如看电影、跨年倒数，但无论怎么变，除夕的核心还是那份团圆和对新年的期盼。只要一家人能在一起吃顿饭，聊聊天，放爆竹，挂上灯笼，这年就算过得有滋有味。爷爷的故事讲完了，屋外不知何时飘起了雪花，屋内却因着温暖的谈话更加热闹了。小宝拉着爷爷的手说：爷爷，明年除夕我们还要听您讲故事。爷爷笑着点头：好，爷爷再给你们讲更多的故事。一家人围坐在炉火旁，守着岁，守着团圆，守住属于自己的温暖除夕夜。这篇故事以亲切的语气将除夕的来历娓娓道来，既传递了传统文化，也充满了家庭的温暖，让人感受到过年的喜庆与美好。